唔少人外遊嘅時候都會順便買手信。有市民早前喺日本北海道買三文魚子，但就買到仿真嘅食物塑膠模型。有飲食界人士話，呢一啲嘅產品樣本俾顧客參考，有關嘅鋪頭應該放置妥當，以防顧客當真貨去買。呢兩盒三文魚子睇上去冇乜嘢分別，左邊呢盒係真魚子，用叉可以拮穿；另一盒同樣晶瑩剔透。但係攞起係咁樣，全盒都係塑膠。殷小姐舊年12月喺北海道新千歲機場嘅依間鋪頭買咗2盒魚子，其中一盒返香港之後食咗，另外依盒一直擺喺冰箱，個幾禮拜之前攞出嚟先至覺得唔妥。咁就放咗一粒落個口嗰度咬下咁，當時嘅感覺就係覺得好硬啊，可能未溶雪膠咁啊，過多半個鐘頭咁又去攞一粒嚟咬下咁。咁跟住就，點解又係咁硬嘅咧？咁跟住淥咗啲熱水落去之後咧，嗰啲塑膠味咧就開始好強烈啦。剪咗幾粒，原來全部都真係塑膠嚟嘅咁。咁就好慶幸當時試食嗰之後冇吞到咯。佢話2盒魚子都係密封包裝，睇唔出有分別，擔心其他人會唔小心食咗。我哋向間鋪頭查詢，店員亦都解釋唔到原因。それで原因は不明ですか？はい、その際はご来店いただ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れば、お渡しすることは可能ですね。有日本食品進口商話，依盒係食物模型建本啊，佢呢度好明顯都已經係有個字寫住個建字喺度㗎啦。咁啊入鄉隨俗，真係要學識建本呢2個字啦。佢哋呢一個售賣點嘅鋪頭都犯咗一個錯誤，因為通常我哋呢啲咁嘅建本咧係會有一條繩。係楞住喺個架度啊，或者係一個固定嘅位置度，你掹佢唔到手啊嘛。佢又提醒消費者，三文魚子模型通常都會有一點紅色顏料作為識別，真嘅三文魚子就冇。